先过一遍，先不要。好。哦，八爷那边跳的啊，年轻人都取名字都是爷啊、叔啊那些，年轻都喜欢朝那个老的去。他们参加比赛跳的。也是。他们今天上午现在这么火，天天就有。新时代那个吗？啊，新时代那个是。那是啥子？新时代路人风采。就他们是参加那个比赛跳的，还是八爷跳的吧？跳什么？对对对。我们那个高队差不多。很菜。你咋才来哦？春秋路。那票子？那个啥，乐商那边那个摊卡有80多万了，他挂到墙上，他店里面有一幅，好像是放8个月嘛，6个月，但是都是有名的那种。手蛮好快，速度也比较大。太接近了。今天晚上可以7点半的。你晓不得的？有啊，新时代啥子？新时代。新时代牧人风采。牧人风采，新时代不能，新时代牧人风采。那我在想，你忙的票子，真的领的吗？他拍一个一个的，我拍个数据。好，很好。好像是那个八爷比赛跳的那个，420多。哦，不是那个版本。我看感觉有点一样。过去都一样的，一样的。都一样的，但是都是一样的。都是。八爷那个是男版的。蓝博不要退哈。420多没有。不要退远，你不要退。民国好，你看，哦，不要退远了。420多没有，有点长。可以吗？有点长，就是这个歌。开始。我们在开区那跳的吗？
前面喝酒的，下面声音太大了。用你的声音，用你的喇叭嘛，一眼可以开大声。有你的嘛？最大了，你的捞出来。最大了。啊，我那儿有。你有吗？有。就你的嘛，没事儿，只有我没得给你要的，没说练了就上点那样。让他练嘛，让他练嘛。对，好不？超一会儿我说你练一次。天老师这个是这儿的影像指导。你那个就你那高音炮最凶晓得吧？我说你练一次，以后就不用练了。博士的，他都是博士。他们在那一些，换个一下。要按一下啊。也不好练。就比较 BOSE 哇哎，对对对，是那个比如这，BOSE 应该是。不太好练，这个都感觉到老头了。比如这是老板的嘛，出来了。有田先生也是，有田先生也是有的。这么近的距离，你还杵着跟前的，没出来，他的风格，练那个长距离，你开头的嘛？练这没有？没有。我把它断了，它没开，它没断的嘛，你断开。填那个。他来点个后的舞台上，他一直在底下很火嘛。练就没有？好的，今天这个有空啊？这个才搞到是嘛？练做的2个月最好，在一起。赔一点工分，拿到放下来放下来。这个我整个还可以把音响开大一点儿，我给他调起来。还要找保险。这个状态又不一样，来点表情。
我